冇就跳完啦，唔係講笑，今期真係流行性感冒啊，我都中咗招啊！啱啱踏入新一年啦，1月開始公立醫院急症室收費仲要加到400蚊，但係你睇下廣華醫院嘅急症室啦，尋日啦1月5號啊，依然逼爆次緊急同埋非緊急，佢哋嘅輪候時間足足係10.5個鐘啊，不得了啊！你話個人係咪都感晒冒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個動作好耐冇做啊！歡迎大家收睇 Happy Health， 我哋一齊做多一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an。天氣一凍，點解特別易病呢？除咗戴口罩、勤力啲去洗手，我哋仲可以做啲咩去從內在強化自己呢？首先搞清楚乜嘢係流行性感冒，我哋交俾 Happy 姐姐。根據衛生防護中心，流感係由流感病毒引起嘅，病徵包括發燒、咳嗽、喉嚨痛等。一般1個星期入邊就會好返，但係長者、免疫力弱嘅人士可以好嚴重。唔該晒 Happy 姐姐，你可以走啦。點解天氣凍特別容易中招嘅呢？最主要有2個關鍵嘅原因啊。第一，我哋宅多咗，天氣凍，留喺室內時間比較長，少咗出去曬太陽嘅話，維他命 D 嘅生產就自然唔夠啦。而維他命 D 係免疫系統好重要嘅支援嚟㗎。第二啦，病毒變得更加活躍，我哋嘅防線變弱啊。低溫有利病毒嘅複製，而我哋個鼻腔遇到冷空氣，血管就會收縮，趕去前線打仗嘅免疫細胞自然啦就會慢咗啦，少咗。所以對抗流感啊，除咗戴口罩之外，勤力啲洗手之外呢，可以用營養去強化你內在嘅免疫系統。我哋可以從3個方面去入手啊。第一就係用維他命 C 去支援啊。研究指出，出現症狀之後補充維他命 C 啦，佢係有助縮短你康復嘅時間。建議如果開始唔舒服嗰陣咧，可以每日分幾次去補充大約2000毫克，支援你嘅免疫系統作戰㗎嚇。第二，提升你嘅腸道免疫力，超過70%嘅免疫細胞都係住喺你嘅腸道入邊㗎。要記住，腸道健康，免疫力先會好㗎。咁點樣做啊？可以補充益生菌。嗱，呢個就係 High Protex 啊，幫手平衡翻啦你嘅腸道菌嘅，同時啦減少身體慢性發炎嘅負擔，令到你個免疫系統專心對付外敵啊。可以補充優質 Omega 3、南極輪蝦油 EX 同埋呢個幫助排走毒素嘅小球組，為你嘅身體創造一個抗炎嘅環境。第三啦，加強翻你嘅線粒體嘅效能啦。免疫細胞打仗係需要大量嘅能量㗎，透過適量嘅運動同埋把握中午時間曬10至15分鐘太陽啦。而家咁涼，唔使太擔心個太陽太勁啦，提升翻你嘅細胞嘅發電廠嘅功能，即係你嘅線粒體，令到你嘅免疫大軍嘅能量充沛。總括嚟講，對抗今期流行嘅流感，除咗揾古生之外呢，揾我係可以加強翻內在強化，補充維他命 C， 修護你嘅腸道，抗炎，提升你嘅細胞嘅能量，絕對會幫到你嘅生活模式。你仲要瞓夠、運動夠同埋曬夠太陽，咁就十分之好啦。記住，營養係一個強大嘅後勤支援，幫你將身體狀態提升到最好，等到病毒冇咁容易入侵，就算唔小心病咗都好啊，都會快啲好啦，係咪先？今日條片就嚟到呢度啦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 ，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同我哋一齊帶起香港治未病養生文化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Hyper Health Store 而家已經上線啦，關心你嘅健康，記得快啲去我哋嘅網站選購你心水嘅產品啦。